成功先喺體外將兩個捐肝者嘅肝靜脈同門靜脈吻合之後先至移植，係全球第一次以呢個嘅技術進行手術。雙肝移植手術一般會先移植右肝，之後到左肝，再分4次逐一將肝靜脈同門靜脈吻合。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中心第一次喺體外先將兩個肝移合為一，然之後先至直接分2次接駁病人嘅下腔靜脈同門靜脈。中心話呢個技術能夠簡化同提高植入效率，亦都係減少器官缺血嘅時間，提高肝功能嘅康復時間。咁今次喺瑪麗醫院嗰度咧，我哋作出呢個技術上咧嘅突破。咁我哋咧就採用呢個叫臀部植入嘅方法。呢個方法嘅好處就係咧個膊頭咧就變咗咧會大好多。咁亦都係咧將4個膊口咧變做成而家就係2個膊口，分別係咧呢個肝嘅靜脈啦同肝嘅門靜脈。2個膊口咧個手術時間咧就大大咁樣簡化咗，都嗰個手術嗰個時間都短咗，對呢個器官嗰個缺血時間咧會短咗嘅。接受捐肝手術嘅59歲嘅病人鄭先生，本身係乙肝受感染，同患有急性肝衰竭。由於肝功能持續惡化，需要緊急係進行換肝手術，最後由2個女合力捐肝救爸爸。佢喺記者會上面感謝醫護人員，亦呼籲市民捐贈器官。我覺得好感激，我會將來會面對好好過瑪麗醫院，我就一定多謝所有醫生同教授，我都衷心落去多謝，有佢哋俾救翻個病啊！但係即係我衷心講嘅話，就係希望有更多人即係話會去點咧捐贈